立法院今日繼續平安審查國防特別條例，針對在野版本無加這無人機 AI 的日期，總統賴清德就批評因講欠缺專業的認知。那國防部長郭立雄表示講，這7大項目欠一個就袂使。無人機佇新形態戰爭發揮關鍵的影響力，愛用特別預算建立長單。不過在今仔日條約共款是無共識，多數條文攏保留，就愛赴未來協調。可能愛負責條約協商，可能就愛等到4月底呢，才會當送到議會表決處理。啊，若講到進前簽署的4項法計書呢，目前頭期款就愛納咯。郭立雄是講呢，韓美國會擱再協商這延長時間，減少支付的比例。立法院日繼續審國防特別條例，有行政院1.25條版本加國民黨團3800億加 N 版本，一個民眾黨團4000億版本，驗過拿被排除無人機 AI 2項目。總統賴清德批評在野黨欠缺專業認知，民眾黨立委王定宇提出1.25條減 N 方向，希望有共識。國防部長郭立雄講，7個項目一個攏袂當欠。對於俄烏戰爭高比強調會當看到無人機載具影響正大，所以一定要建構強韌的國防自主生產能力。要透過特別預算來有一個長彈，然後產生一個規模效應，然後助推這個我們國內的無人機產業。為了要改善軍國引擎的情形，國民黨版本也提出聽書制度。執行成效若無到協定進度50%，應該將執行機關的首長加相關主管移送監察院聽書。立也表示反對，質疑在野的目的是要恐嚇國軍，唔敢追究美方的責任。郭立雄講，規矩該送聽界，條約意見無同，絕大部分的條文攏無共識，攏保留送條約協商，恐驚要延到4月底才會上議會處理。歸因為美國方面的因素，也要追究責任，歡迎你們提案。那這一點就擺明了只處理台灣的行政部門，然後連美國提都不敢提，一起提，那要去追究嗎？符不符合現在的現實？你要追究到一些比較基層的，我們的一些相關的主管，其實這個有些事實上他可能有困難，可是他必須要有人負責，所以在這個部分執行的機關首長，我覺得其實是應該可以去討論的。即將指引機關首長移送監台，是這樣意思？沒有了。因為國軍進前簽的4項軍國法計書，其中海馬斯經過案，月底進前才附收期款，驗過國防特別條例也未通過。郭立雄講，正是跟美國協商點延時間，或者是減少支付的比例。因為受中東戰術延期的喘息會，美國宣布決定改一個5月14到15。We've always estimated approximately 4 to 6 weeks, so you could do the math on that. President Xi understood that it'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resident to be here throughout these combat operations right now. 大家注意喘息會延到5月進行，是不是影響台美軍購？郭立雄強調，咱已經得到美國的保證批，雙方保持密切的溝通，無任何延前。記者綜合報道。